有一位名叫张云的姐妹，她曾在一段时间内经历了极大的情感困境，感觉生活中缺乏方向和意义。她开始更多地依赖神，将自己的心事带到神面前。一次，她在祷告中向神求告，渴望他的慈爱能够进入她的生命，让她重新找到平安和喜乐。几天后，她开始感受到神的爱在她心中流动，每一天都能感受到神的陪伴和关怀，这使她的心灵充满了从所未有过的平安和喜乐。她的生命因为神的慈爱而改变，并且她不再感到孤单和失落，而是充满了回应她的爱和感恩。奉主的名的见证，愿神的慈爱早早充满你的心，让你一生一世都能在他的喜乐和满足中行走。阿们。